再来看这外来种青豆丁呢，是拖了真紧，甚至是亲门大户走去南投。根据这台南市农业局的统计，去年呢是拢总掠到26000多只，这个数字是平均一档还阁较加一倍。其中，伫台南市的南区甲仁德区呢，这数量是占上界多。目前已经有找厂商，逐工拢去甲巡，这数量已经有豆啊受到控制。 今日台南南区这间徛家，民众带记者入去因兜灶骹，哪讲哪记这个窗仔门，当时就是有一只青皮豆丁，亲门大户直接摸咧邻家窗仔，互因大家带一条，到摊烧起来也是心惊惊，而且这不是个案，李中公家大中里里面甲反映真侪届啊。惊到啦，有啦，有惊到，嘿啊。啊，就感觉毋捌看到，啊，就哦，叫阮后生打电话去甲李中公安尼。袂细只哦，2、3尺的哦。 头到尾哦，3尺外有，因为伊的身躯一地吼，啊伊个会一大尾啊。外来种青皮豆丁因为无天敌，加上真高生态，地数数量较歹控制。根据统计，去年全市已经掠26000多只青皮豆丁，平一年加一倍。其中南区甲仁德区数量占上多，但是坐到公园甲文化保存，虽然无看到，不过李长讲这枪仔拢会密伫咧树仔顶，加上湿水真强，嘛较歹互人发现。因讲后续会继续加强巡查。去年到现在，大概里面有通报了3、4次，有时候我们过去的时候，绿鬣蜥跑掉了。 那有时候我们过去有抓到，那抓到之后我们就通知农业局，然后来里长服务处把绿鬣蜥带走，后续让他们去做处理。今年的1月到现在的话，也移除了几百只哈。那后续的话，如果民众有发现绿鬣蜥的话，也可以通报我们。台南市路局表示，市府已经请委外单位来斗掠真侪届。那以南山公墓4颗位啊，一天上悬有捌掠过2、300只。为着要防止拖到别区，因讲即阵早暗拢有派人咧巡，公园绿地甲河边拢是因巡的重要目标，卖继续追查因分布的所在，避免真做生态较安全的温柔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